Hello，早晨，我係東東。呢集係3鋪，第一鋪一同係鬼起手有隻鬼。摸隻5索返嚟叫。自摸雞，中2隻馬，每人6粒。到下一鋪，起手有隻鬼，啲牌都幾齊張，不過就雞糊底咯。碰咗個兒童，咁依家碰隻或者係搭隻牌返嚟可以叫糊㗎喇。OK， 正式叫雞。依家就轉對碰。摸隻6萬成功摸雞。呢鋪2、6藍又係中2隻馬。到第3鋪，起手有隻鬼，一眼望過去就係索子會比較靚咯。6索就碰咗先，因為呢手牌除咗索子之外，其他牌都係散嘅，所以嘅話就會想往索子方向去做。摸對發財返嚟，依家碰隻或者入隻叫糊。
碰埋5索，拖4索，5、6、7索都碰晒。摸隻2索自摸混1色。呢鋪對家做莊，8號先嚟唔中嘛，過分咗咯。